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好的无比，在这里我们齐聚，很高兴可以看到每个人，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之名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闪道开信息，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为大神做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出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出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
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弟兄姐妹，请坐。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心相知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大无限的疼甲恩典，让阮会当来成做你的囝儿，会当透过祈祷甲主你三拄三寸乾坤，主阮献上感谢。天父上帝，阮恳求圣神，你甲阮伫咧。互阮每一位兄弟拢会当来了解、来明白主你的话语，互阮的生命甲主好的结连，阮的生命的深度甲宽度会当来广阔、来深入，互阮会当透过安尼，再将主你的话语、你的福音来分享出去，献上恳求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到18节。
好，咱这是台语版吼，来，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互人请的毋是牧者，羊毋是家己的，伊一个看到豺狼来，就甲羊放咧，逃走。豺狼将羊夹去，甲因赶散。伊逃走，因为伊是互人请的。无真正关心羊群，我是好的牧者，我捌我家己的羊，我的羊嘛捌我，亲像爸捌我，我嘛捌爸，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也有其他的羊无属这个羊条，我嘛一定着带因来，因会听我的声，嘛会成做一群。归属一个牧者，爸听我，因为我放杀家己的性命，通过得到性命。无人抢我的性命，是我自愿放杀。我有权放杀，嘛有权摕转来。这是我对爸接受的命令。好，今仔日的主题讲羊群甲顾羊的。耶稣是好的牧者吼，咱的大纲内底安尼讲哦。伫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耶稣就讲：我也是好的牧者。那安尼到底好是伫倒位？好是啥物？啥物是好？通常一般咱来讲，好的意思讲哦，真完美，真有路用，真高尚，哦，你真有成就，也是互人真欣赏。也是真正的，你讲的话讲真对，真正，也是真忠诚，真有典范。咱来处其中的一项，咱会当来看，耶稣是好的牧者，咱嘛会当讲耶稣是咱的典范，咱的典范。伫咱真熟的诗篇23篇第一节，伊就安尼讲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而且讲到上帝甲人的关系，就好亲像顾羊的甲羊群的关系共款。好的牧者嘛会当亲像以西结书34章15节甲16节安尼讲，我要亲身做我羊群的牧者，互因有安息的所在。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失落的我要去找，失迷的我要甲因带倒来，受伤的我要甲因包扎。破病，我嘛要甲因医治。毋过遐个肥个勇的，我要甲因除灭。我要照公道牧养因。好个牧者是因带养饲，嘛是一个保护者，还阁会将遐个失迷的羊群来找转来。伫约翰福音则讲到，好个牧者会互羊群真安全的出入，嘛有自由。互羊群有草食、有水啉，照顾我真周全。好牧者甚至会为着羊来放杀性命，因为这个牧者这个羊是伊家己的，每一只伊拢熟悉，伊拢看作宝贝。那照安尼的经脉落去，好的意思就代表有气力、有权力，嘛有怜悯甲慈爱。圣经中，咱真实拢用顾羊的甲羊群的关系来表达上帝来关心以色列人。耶稣将上主是我的牧者连接到家己，就是上帝差派来世界的救赎者，来承接上帝所交中的使命。伫以早，上主是以色列的牧者，毋过即马耶稣成做因的牧者。耶稣宣告伊。毋是贼，嘛毋是强盗，毋是要来毁灭，伊是要来保护甲照顾羊群的。耶稣嘛毋是生运人，嘛毋是奉请的，伊来是要甲羊群建立关系，建立亲密佮信任的关系。羊群捌伊的声音，伊嘛捌羊群每一只，关心引带羊群来跟对因。互因的生命得到丰盛。耶稣是上帝的羊羔，
耶稣是好牧者，嘛是上帝的羊羔，更加是献祭的羊羔。耶稣伊家己牺牲伊的性命，是为着要阁得到生命，无人会当夺走伊的性命。伫今仔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0章的第17节到18节，安尼讲：爸疼我，因为我放杀我家己的性命，通阁得到性命。无人抢我的性命，是我家己自愿放杀。而且讲伊是家己自愿放杀，家己愿意自愿牺牲的。这一方面显现出上帝主权，耶稣有权来牺牲，嘛有权阁摕转来。无人亲像伊安尼有即款的主权。伫另外一方面，耶稣的自我牺牲是要互羊群得到性命，也显现出伊的疼。伊无限的疼，毋过伫真实的环境中间，各样的一旦离开，一旦死亡，即群的羊群，敢若安怎？敢若渐渐衰烂，渐渐失落去尔。不过耶稣伊有权力，照着伊的牺牲来彰显伊对世间人无限的疼。伫个第12节，耶稣伊嘛指出，即个世界有豺狼。耶稣的话回应第9章，约翰福音第9章有关系伫犹太人的毋信。犹太人并无带领迄个出世就青梅人进入羊巢，反倒转甲伊赶出去。伫个故事内底，法利赛人是灵性的失明，因看袂出耶稣的身份甲使命。法利赛人讲耶稣违反安息日的律法，所以是罪人。毋过出世就青梅的人，却知影耶稣是对上帝遐来的。那安尼，耶稣讲即个话，就得失着宗教领袖甲一寡法利赛人。因中间有一寡人讲：伊是互鬼附的啦，伊起笑啊啦，哪会阁爱听伊的？另外一寡人讲，互鬼附的人袂当讲出即款的话，鬼哪会当开青梅人的目睭？对即段经文，照着各样的甲羊群的故事来挑战犹太人面对家己的信仰问题。相时嘛，邀请咱对耶稣有搁较深的认捌。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犹太人敢会明白？敢会接受？敢会认同？羊群熟悉各样的声音，嘛对伊调调。检查有当时咱故意也是无张持来忽略耶稣的声音，拒绝伊的带领。检查咱忽略耶稣的声音，是因为咱无熟悉伊的声音，无法度来分辨，无法度来听见。人总是较会拣家己爱听的、家己想要听的声音。假使讲，咱也愿意用较开阔的心来接受无共的声音，就会渐渐明白无共的观念。耶稣伫遮讲，还阁有其他羊无伫羊巢内底，我嘛爱甲因带来，因会听我的声音。即两项要合作一群，共属一个牧者。好牧者会抱受伤、受忽略的羊来照顾、来医治。这表示上帝团契是开放、包容的。对咱、对你、对我、对咱来讲，像是其他羊的羊。每一个人其他羊，即个其他羊。检查拢无共款，你定定将什么人放伫你的祈祷中间，迄个就是你所关心其他的羊。耶稣是好的牧者，咱是羊群，咱来安怎来分辨耶稣的声音呢？耶稣是毋是干那伫咱基督徒自集的教会中间来尔？
咱敢有法度会当伫个充满混乱、纷争、混乱的社会中间来找到耶稣？咱敢会当伫卑微、甲压迫中间来找到耶稣？伫即个世界，伫即个生活中间来拄着耶稣，来听见耶稣的声音。耶稣是咱的大牧者，伊为着咱来放杀性命，互咱行伫开阔的道路顶面。伊嘛甲咱带转来，成做伊的羊群，互伊来养饲咱。相时，耶稣嘛邀请咱成做其他的羊的牧者，引带因合作一群。同齐听耶稣的声，来认捌耶稣，跟对耶稣。所以，咱爱安怎来分别主耶稣的声音，以及主耶稣是毋是真正干那伫咱教会内底基督徒聚集的所在出现？还阁有对你对我来讲，什么人是其他的羊？你定定将什么人下伫你的祈祷中间？这拢是值得咱来思考的，来反省的。咱嘛爱定定为着世界有权力的，会当来听见上帝的声音来祈祷，互权力的人会当接受无共的声音，毋是成做迫害者。最后嘛是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主引带咱伫生活中间看见伊的作为，伫生活中间听见伊的声音。伫生活中间，伫咱的每一日中间，跟对伊的脚步，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搁一遍透过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来提醒阮，主你是阮的大牧者。阮感谢你为着阮来放下性命，为着阮来开道路，引带阮来入去你的羊巢，受你的养饲，受你的照顾。愿恳求上帝圣神，你继续引带阮每一位兄弟来跟对你，求你加添阮生命的跨度甲深度，互阮丰盛的生命会当来吸引其他羊群进入你的羊巢，合作一群，同齐得到主你的养饲，互阮的生命会当来成长，甲主好的结连。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可以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站立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此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
里，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而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咱为着俄罗啊，感谢来祈祷啊，兄弟请坐。好，咱先来读诗篇37篇第3节到第4节落。着我靠上主来做好，踮伫这个土地安居乐业，就因为上主来欢喜，因为满足你的心愿。咱感谢上帝吼，伊是欢喜是阮的上帝，互咱会当伫个主的恩典中间来度过咱的低潮，行过咱的死荫山谷，嘛伫个真忝的中间来恢复咱的信心，伫软弱中间来定心，来得到快乐。咱为着咱过去这段时间，咱所经过来献上感谢，献上俄罗，咱大家来祈祷感谢。主，我们谢谢你的恩，谢谢你在这个礼拜你是施恩慈的神，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神你在我们每一个故事里每一句话、每一个时刻的这行程当中，谢谢神你带领我们经历不管这个学习的生活，无论我们是在高峰，无论我们是在低谷，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谢谢神与我同在，让我们在疲惫当中恢复信心，在软弱当中重新。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恩典甲听堂算袂完啊，讲袂煞。主，阮感谢你，伫每一日的时间中间，你拢来时时看顾保守阮，互阮这中间会当经过啊，虽然有坎坎坷坷，但是你的疼甲恩典拢引带阮的脚步，互阮虽然有时有跌倒，但是你有愿牵阮经过，献上感谢，阮将所经历的一切感谢摆在你面前，恳求主你来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哦，咱来为了全世界国家甲城市来祈祷。哦，咱先来读福音，约翰福音10章33节来。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要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3月下旬开始哦，咱全世界各地拢有陆续出现呢异常的迄个气候吼，嘛显现讲咱地球的温度继续咧涨悬吼，求主来提醒咱每一个人的心，会当来珍惜这地球所有的资源，嘛会当兴起地国的教会，更较积极来传福音，互人的心会当来领受到主的恩典，领受到主的救恩。2礼拜前，咱台湾有地震以外，其他世界各国嘛有无同款程度的地震吼。咱恳求主的怜悯甲保护，会当来看到这个世界的所在，嘛赐落能力甲气力帮助。每一国的政府甲救灾的组织有智慧来制定防灾救灾的措施，帮助人民会当提高这防范的意识。
即几天啊，迄个石门水库以及南部所有主要的水库啊，水拢已经加，比迄个警戒线搁较加吼，代表水已经欠啊吼啊。嘛，望大家拢会当节约来用水，嘛恳求主圣神掌管天气的主，会当互大地会当母水泉出来吼，会当适当的迄个调度适当雨水集中降落伫个水库的范围，嘛祝福台湾成做水源无欠缺有剩的国家，嘛同时嘛提醒每一个百姓拢会当来珍惜所用的水吼。好，咱为了这个，咱献上恳求和祈祷，谢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赏赐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在逆境顺境，在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亲爱主，近日天气异常，欧洲、亚洲、世界各地有多国发生地震，台湾又再一次的面临水资源缺乏。主，深信这是你在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为这末世祈求，求主的国度降临，也更迫切的为还在恩典门外的灵魂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求主给机会，赐下悔改的心，使他们早日归主，成为你国度的共享，你国度里预备的一切美好。主，你是赐平安的神，祈求你的平安归于台湾的所有百姓。我们特别要为这次花莲的强震来向主求怜悯，求主的安慰与医治临到受地震影响的百姓。主，纵使现在台湾面临天摇地动，雨水不足，水资源分配受影响，在这诸多的困境当中，我们仍然坚信耶和华坐着为王。主，你是掌管天气、掌管人心，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你是大事小事都看顾，你是永不误事的神。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主，我们也深信，凡倚靠等候神的，必不致羞愧。谢谢主，再一次的为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来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凭着信心在你面前来宣告，主，仰望你的不致羞愧。谢谢我主垂听你儿女齐心的呼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继续来为了教会来祈祷。好，来，咱来读这段经文来。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会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咱为着教育部基要真理的课程，这礼拜六第二节课，求上帝来保守参加兄弟，当照着这个课程，伫个基础真理顶面来定根，会更加明白上帝来军队主耶稣基督。4月27，教育部举办的信徒讲座第3讲，来邀请台中的美福教会尤中生牧师来分享
求上帝圣神来感动，搁较侪兄弟，拢一个较无上帝话语、较无受装备来服侍的心，嘛求主圣神来保守因牧师所准备的信息充满开来，互讲的甲听的都平平受到利益。那过来为咱教会5楼、6楼以及8楼的整修的工程来祈祷，恳求主来保守整个的过程拢顺利，无论是人员、时间进度拢顺利的完成。相信嘛，求主来纪念这伫咧中间同工的调和甲付出求主圣神来保守上帝的家，诚做更较侪人渴望来进入参与的属灵的所在。咱为了这来献上祈祷，给上帝我们为了这个教会来祷告，为了现在的修缮，教会谢谢修缮来祷告，求你来看这个修缮作业，求人员时间进行，都能够按着次序来进行完成。谢谢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家能够生命能够教会来讲，都能够来参与所内化的福音。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同心合一，在你的面前来为教会来祷告，特别为教育部所举办的课程以及讲座，还有教会整修的一个工程来代祷。主啊，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本周六为教育部举办这样课程的第2堂课，求主保守参加的兄姐们能够借由装备的课程，更扎根在信仰的真理上，并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建造信仰的内涵和根基，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是的，主，我们知道，主，你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了。我们为4月27号教育部所举办的信徒讲座，我们邀请到台中美福教会的杨宗生牧师，前来信息的分享，求主感动更多的兄姐们有一颗渴慕神话语、渴慕受装备、愿意委身服侍的心，也求神保守杨宗生牧师所预备的信息都能够充满能力，让说的听的同受益处，叫我们的灵都在你的光中再一次被兴起，帮助兄姐们能成为神使合用的器皿。主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接下来我们要为教会5、6、8楼整修工程来祷告，求主看顾保守整修的进度有次序的进行。众同工们在过程中不仅有同心建造的思维，在整合时效、安全性、外观呈现、施工的难度、成本、空间需要、实用性、维护性等等方面的考虑也都有共识。同时也求主纪念相关的同工们所付出的100与100上，愿神的家成为更多人渴望进入参与的属灵的之地。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在这里同心合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继续为了社区的事工来祈祷吼。好，来4月28有志工的训练，求主来保守训练的课程顺利完成，会当有更较侪志工来参与认真来学习。德福的关怀据点，阁有3位，阁需要3位的点名刷卡的志工吼，求主来准备吼学习适合的志工来参与吼。咱为特别为了这个吼，因为志工就是咱甲社区一个结连的一个管道有的志工嘛还未认捌主，所以透过安尼会当互因来入来教会，互因会当有机会来接触到。接触到咱主的福音，互因有因的生命有机会得到救赎。咱为了这志工这事工来祈祷。主，我们谢谢你，我为了圣生过来祷告，在4月28号教育学院求主来保守参与的人，在这当中有很好的学习跟教育有更多的连接，也为了关怀
是阮的主，你也假是阮讲原来去找其他羊来主你甲主你的羊三夹做一群。爸上帝，阮感谢你，透过社区的事工，我们让邀请社区的朋友成做教会志工。互因有机会来领受着主你的福音，领受着主你的救赎。恳求主圣神你来保守4月28志工训练课程，一切拢顺利完成。透过安尼，互志工会当搁较认捌，有机会过来接近教会，有机会来认捌教会，有机会来领受着主你的福音。愿将这个搁有欠缺的志工。摆在你面前，求主圣神你来感动、来引带，或者志工的欠缺所在的名额，拢会当紧紧来保全。阮献上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彼此来代祷，2个3个吼，会当最后是同心，若无法度就拢会使吼，2、3个来祈祷吼，为彼此的需要来献上祈祷。
集体来参加祈祷。第六区第六组的淑芬姐，明仔载要来手术，要洗油脂的讲来放入去身躯内底吼，求主圣神来保守过程一切拢顺利，以及手术以后复原会当平安顺利。为了美英姐特别做美英姐，伊4月10日白来将开刀以后恢复会当顺利来祈祷吼，求主来看顾保守。那11组智慧节因为滑倒吼卡拉夫受伤发炎求主怜悯来医治。19组李冠姐的阿姊吼李英姐为了伊来代祷，因为脑充血吼，伊台北的营政来急诊。今仔日做手术求主圣神保守手术以后的复原会当顺利吼，早日恢复健康。青年牧区的第二季的导演。有新的同工加入，以及新的软体这流程吼，爱适应求主来保守带领，帮助同工有好学习进度，会当早一日上手来服侍。培训运动会报名嘛，求主带领兄弟会当踊跃来报名参加。一来是来透过安尼来支持青年牧区所办的活动，第二来。整个教会透过安尼来运动会，会当互咱的向心力更加团结吼。拜六的礼拜会前祷告要加入中式的轮值服侍，求主来帮咱毋是教会分做3个牧区、4个牧区是教会一体的会当每一个牧区拢甲所有的教会拢会当有好的连接。儿童牧区是5月12日母亲节的儿童主日礼拜服侍求主来带领，或者小朋友因准备中间顺利完成。老师甲同工身体健康、灵魂体形成，伫这个儿童服侍顶面有主所享受的听甲智慧，互囡仔囝因伫个细汉的时阵有信仰。话主的话会当扎根伫因的心内吼，因的心内。儿童阿甲伯品格夏令营的筹备已经开始同工志工的招募会当顺利。教学组甲活动组伫个编写教案设计活动的时阵，有主所享受的气力甲智慧，会当互这个内容会当顺利完整好，咱为着这咱献上祈祷。我们为了这个牧区来祷告，说为了智慧节福音，还有周淑淑姐妹，还有陈丽颖姐妹，主在他们身体病痛的时候，能来晓得来寻求神。主谢谢你是他们最大的帮助，是他们生命的依靠。主求你帮助他们，不管是在医疗，或是在家人的照顾，或是在他们的心境上都充足，有那刚强的力量能适应，有从神里而来的安慰。来保护、保守他们。我们为了青年牧区的事工来祷告，主啊，特别是在这个礼拜的时段，现在人员较少，但神求你来充满这个聚会，因为这个是属神的礼拜，这是属神的教会，帮助我们青年牧区能够跟教会有很好的连接，不论是在培训的活动，或者是在投影一个新的软体的设计，主啊，都求你眷顾在这里，主谢谢你来使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来敬拜神。我们为了儿童牧区来祷告，谢谢你给我们这些老师，还有这些孩子父母们。主啊，爸爸上帝，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你是创造阮生命的至高的上帝。主，你知影阮的兄弟中间有身体欠安的，主啊，阮特别为着淑芬姐以及美英姐等等。主啊，因虽然无共款的病痛，但主你拢知。求主圣神，你亲自来医治看顾每一位身体欠安的兄弟，互因的身体伫主你的安慰、你的疼中间，早一日恢复健康，早一日领受到主你对你来大无限无法度来形容的欢喜。主，阮也将青年牧区所举办的活动。因的运动会、培训运动会交托你的手里，恳求主圣神你来加添这
牧区青年因有个气力，有遮个创意，会当来吸引教会大大小小，拢来参与这个活动。透过活动，互阮的心会当搁结连做伙，互阮教会更较有气力来向前跑走。求主圣神来带领这个儿童牧区，无论大大小小的童工小朋友，主你每一日拢甲因伫地，特别是透过这个童工老师因有听心甲智慧的教导，或者个细汉囝。或者小儿，因伫咧细汉的时阵，主你的话语就进入因的心中，互因一生拢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一生跟对主无煞。求主圣神你来引带带领，主啊，我恳求你将我将这祈祷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听，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请起立，咱来唱这条。献上赞美祭，我们用更喜乐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主的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我们更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已经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阮将今仔日这的祈祷，所有的祈祷，兄弟的祈祷，教会逐项的祈祷摆在面前，恳求主你来听。主啊，恳求你圣神来赐福伫阮每一位兄弟，伫每一日的中间，拢甲主有好的相处；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拢会讲看见主你的阳光；伫每一日中间，领受对伊来大大的祝福甲恩典。阮献上恳求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拍手。今仔日祈祷会到这，好，请坐。